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亞孟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你曾活於極度貧窮中，嚴厲地折磨了你那無辜的身體。請以溫良的狂熱，把我從世界及其虛妄中拉出來，並把我一切的愛慕轉向主。請你為我轉求，使我能克服邪惡的傾向，並因此而到純潔聖善的生活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我們神聖的救主曾把他聖傷的烙印刻在你的身上，請你幫助我熱切敬禮基督苦難，使我能愉快地背負十字架，並結出與補贖相稱的果實。會祖聖方濟，我向你致候及敬禮。你曾因渴望天主而死，我邀請你與耶穌及瑪利亞，在我臨終時助佑我。請你做我的父親及守護，使我能在天主的恩寵中去世，並堪當居於天上，即你現在永享光榮的地方。亞孟。可親及至可愛的會祖聖方濟，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印在你身上的聖傷，我請你按照全能天主的旨意及他所樂意的，幫助我駕馭我身體五官的感覺，並幫助我獲得悔罪及虔敬、信望愛三德、忍耐、身體及靈魂的潔淨，連同忠實持守服役於主的恩寵，好使我在此世後堪當到你那裏，與你共享永生的幸福。願靠你的轉求，我能由我們的主基督那裏獲得這恩典。亞孟。慈愛會祖聖方濟，被釘基督的活肖像，我敬禮你，像他那樣的生於馬槽。你譴責了拒絕你的世界，像他那樣的貧窮。你輕視一切財物，除了永生之事，像他那樣的溫良謙卑。你以混亂及恥辱為樂，被熱烈的愛德點燃。你焚燒自己去增加他的光榮，你的愛轉化你整個生命，使你成為一個長久的殉道者，並推動你以嚴峻的補贖去爭取你熱切渴望的滿足，直到那早已深深刻在你心內的傷痕，最終印在你的身體上，使你成為一個生活的十字架。甜蜜地向世人宣講主耶穌的苦難與愛情。聖善的會祖，請幫助我，使我能從心內摒棄世界的精神，使我能重視貧窮及恥辱，勝於財富及尊榮，使我能抑制自己的情慾，並每日在天主的知識和愛內邁進，直到我最後能超然於自我、世界及一切受造物之外，而只為天主生活，並能像你一樣，以整個心靈說：我的天主和我的萬有，我的產業與我的喜樂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亞孟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美善，今日嚟到九日敬禮嘅第二日，讓我哋一齊分享下方濟嘅出生、佢嘅青少年時代同埋佢嘅歸依。方濟出生於有錢嘅家庭，年輕嘅時候夢想獲得更加多嘅財富同埋社會地位。之後佢慢慢發現佢其實想奉獻整個生命去追隨貧窮被釘嘅基督。呢個變化係點樣發生嘅呢？讓我哋分開三個部分去分享佢嘅家庭、佢嘅青少年時期同埋佢嘅歸依。
我哋首先睇下方濟自己嘅家庭背景。方濟嘅爸爸咧係賣布嘅，佢似乎就係呢一種新興嘅社會階級商人嘅其中一員，一個喜愛金錢嘅人，亦都重視金錢嘅人。不過佢重視金錢之餘咧，其實似乎都係好愛佢嘅兒子方濟。佢好願意將自己呢一個咁興隆嘅生意同埋佢所有嘅財產咧，交俾方濟去經營。我哋對於方濟嘅家庭嘅資料咧唔係太多，似乎我哋知道媽媽咧係有比較支持方濟嘅，而所有嘅資料咧幾乎都同意呢一點，就係方濟屋企咧係有錢嘅，喺亞西西咧係屬於富裕嘅階級嘅。方濟大概誕生於1182年嗰個時候，方濟嘅爸爸喺法國做生意，媽媽為方濟起一個領洗嘅名叫做約翰。但係當爸爸翻嚟嘅時候咧，就為佢改名叫方濟啦。咁所以可能咧就係同佢喺法國嘅產業咧有關嘅。按當時嘅程度咧，方濟所受嘅教育其實應該係相當唔錯嘅。佢學識一啲基本嘅拉丁文咧，可以參加禮儀。佢嘅法文咧，亦都足夠應付呢一啲買賣嘅商業所需。第二點，關於方濟嘅青年時代。我哋其實唔係好知道啊，因為唔同嘅傳記咧有唔同嘅記載，大致上都係描繪方濟喺初期嘅年青嘅時代咧，都係好疏爽嘅一個年青人，希望過一啲美好嘅奢華嘅生活，但係咧亦都有對窮人嘅慷慨。最大嘅抱負咧就係事事爭先，希望藉住財富可以達到目的。大致上，方濟似乎就係一個咁樣嘅富二代啦。喺爸爸嘅庇蔭之下，能夠做佢想做嘅嘢，同時間咧，亦都有一種嘅仁慈嘅心去照顧窮人。第三點，我哋講方濟嘅皈依。方濟皈依嘅故事裏邊涉及好多唔同嘅嘢，其中有3件最重要嘅事情，總係會提及嘅。第一件事就係方濟打仗。方濟作為一個有錢嘅青年，佢想提升自己嘅社會地位。唯一嘅方法就係要打仗，成為騎士，然後之後獲得一個貴族嘅地位。方濟於是就去打仗啦。可惜咧就係一個有錢子弟都打唔過人啦，咁所以咧就被俘虜，成為階下囚。方濟被俘虜咗年幾2年之後，終於咧帶住病痛咁樣翻到屋企。方濟亦都有再嘗試，不過都係唔成功嘅。喺呢啲咁樣嘅來來回回嘅過程裏邊，方濟似乎慢慢成為一個新嘅人，佢似乎更加關注窮人，關注貧窮嘅司鐸。方濟都似乎有去一個補贖朝聖啦，去過羅馬，見到喺羅馬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貧窮人、受苦嘅兄弟姊妹，開始經歷一種方濟自己內心嘅一種轉化。第二件事情就係關於癩病人啦。方濟喺亞西西城外見到一個癩病人，本來咧方濟好討厭，覺得哎呀呢啲咁污糟啊，會傳染嘅病人，唔想見到佢哋。但係有一次，方濟好深嘅經驗就係佢見到啊，好想去接觸佢哋，好想去擁抱佢哋。喺呢個擁抱裏邊，方濟經驗到一種內心嘅轉化。所以方濟歸依嘅第二個重要嘅事件就係麻風病人。第三個，我哋講方濟嘅歸依必須會提到嘅就係聖達勉堂嘅十字架。方濟對人類苦難嘅呢一個嶄新洞察咧，同呢一個聖達勉堂嘅十字架嘅對話係有好密切嘅關係。呢一個十字架上嘅基督向方濟講：方濟啊，維修我呢一個單塔嘅屋宇啦。呢一個苦像對佢嘅聲音，為方濟有一種更大嘅力量去做佢要做嘅嘢。方濟首先嘗試維修呢一個聖達勉堂冧咗嘅聖堂，然後慢慢開始有佢生命嘅其他嘅轉變。今日我哋喺9日敬禮嘅第2日，讓我哋去反省一下方濟嘅歸依裏邊有啲咩關鍵嘅時刻呢？為我哋嘅歸依故事裏邊又有啲乜嘢關鍵嘅時刻呢？聖方濟，你因愛而受傷，你的身心加以同釘在十字架上。
我們注視那受聖痕裝飾的你，好能學習如何以你的愛和熱望去愛主耶穌和兄弟姊妹。有你在一起，我們更能易於默觀並跟隨貧窮且被釘的基督。方濟，請給予我們你信德的清新，你望得的確切，你愛得的溫柔。請為我們轉禱，好使我們能甘之如飴地背負生命中的重擔，並使我們在磨難中常能體認到聖父的溫柔及聖神的富有。願我們的創傷由基督聖心獲得治癒，好能如你一般成為他慈悲的見證。他的慈悲繼續不斷治癒所有誠心尋求他的人，並使他們的生命煥然一新。哦，方濟，超似被釘者，願你的聖傷為我們和世界成為生命與復活的璀璨記號，指出和平與修和的新路徑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願上主祝福你，保護你。阿們。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，仁慈待你。阿們。願上主轉面垂顧你，賜你平安。阿們。就願全能的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